Hello 啊大家，咁啊午安啊，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少少陰謀論，咁啊主要係想講下咧就係可能比特幣咧有機會咧就係暴升啊，咁啊點解話比特幣有機會暴升咧？咁其實咧就同特朗普都係有啲關係㗎啦，咁啊轉頭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咁喺開始之前咧先同大家做一個免責聲明先，咁跟住落嚟我講嘅消息、圖表、新聞、數據等等啦，全部都唔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純粹係個人嘅記錄啦，同埋學術研討之用嘅啫。OK， 好，咁啊。係啦，今日咧我嘅話題就係比特幣即將暴升啦，咁特朗普有意就係賣咗啲黃金，而去買比特幣就作為佢哋美國嘅外匯儲備啦。OK， 咁啊轉頭講到比特幣嘅時候咧，先再同大家去討論一下就係點解我會認為比特幣有機會係會暴漲咧。OK。好，咁啊，先做咗啲分析先啦。咁啊，睇一睇今個星期其實有啲咩新聞睇下啦。嗱，星期五咧就休市嘅。咁其實我頭先立過下眼咧，成個星期最重要嘅嗰個嘅數據 ，OK， 最重要嘅數據就係星期三8:30零售銷售數據 ，OK， 零售銷售數據。嗱，咁呢一個數據咧，點解我話會最重要咧？嗱，咁大家可以撳入去睇下先。咁會見到啦，其實佢咧今次嘅預測咧係對於呢個零售銷售咧係有所反彈，而且反彈得嚟咧嗰個數據咧，嗱大家可以睇下啦，即係假設如果佢真係預測係1.4%，其實我覺得佢可能係撳錯掣咧，或者啲人打錯咗咧，即係先寫咗1.4%出嚟嘅。OK， 因為大家會見到啦，其實已經好耐係冇試過超過1.4%啦。上一次超過1.4%已經係2023年嘅2月份啦。OK， 嗰時係出翻1月份嘅數據。咁所以其實如果呢一個嘅零售銷售數據真係同預期一樣嘅話咧，某程度上都會有少少利好咗個美元嘅。咁所以其實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個零售銷售數據好大機會咧就係差過預期嘅，即係比個預期係低嘅，因為佢係講緊零售即係有幾多人去買嘢啦，即係其實亦都係關於啲消費數據嘅問題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呢一單新聞 ，OK， 美國四月份嘅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3年嚟最低啊。OK， 咁其實反而係反映咗就係而家美國冇人願意消費喎，但係佢個零售銷售去到咁高咧，我啊覺得有啲拗頭喎。所以其實我認為咧，今晚星期三出數據咧，係應該會比呢一個嘅預測數字係低好多嘅。OK， 嗱咁因為同埋咧咁數據我就當日我先再開呢一個嘅錄播同大家講啦。咁其實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少少嘅，咁係咩咧？就係阿鮑威爾講嘢啦。咁我睇下星期幾先。OK， 鮑威爾講嘢就星期四，咁啊，即係星期三過完12點嘅凌晨1:03咧，咁鮑威爾就講嘢啦。咁其實相信佢而家出到嚟嗰個言論咧，我覺得又會有少少係轉風向。轉風向嘅原因係咩咧？嗱，有一位聯儲局官員啦就話啦，聯儲局絕對準備好穩定金融市場。咁點樣去穩定金融市場咧？大家諗唔諗到有啲咩招數啊？其實除咗泵水落市場之外咧，應該就係減息㗎啦。OK， 咁本身減息咧都已經行緊嘅時候咧，咁我會認為其實佢哋行翻以前舊制擺落嗰套減息嘅理論咧，係會有機會大啲嘅，即係未必話又再泵好多水，反而係減息令到市場嘅資金流動性強咗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會認為咧，會唔會有機會就係今次鮑威爾會出嚟可能講一講就係話，轉咗個口風就係話，我哋有機會係會加快翻個減息嘅速度咧，同埋再加上咧就係上次個 CPI 咧，其實出到2.4% 啊嘛，其實亦都係接近啦，就係之前咧CPI 落到去最低嗰個位置嘅狀態，所以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先令到聯儲局咧係會有一個嘅諗法，就係加快去減息呢一樣嘢，所以呢一度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就咁就個基本面去睇咧，因為佢呢個零售銷售數據咧，我覺得
好難會高過佢啦。咁所以其實我判斷預計啦，零售銷售數據係會比呢一個預測數字係低啦。再加上就係星期四鮑威爾講嘢嘅時候咧，咁其實而家已經有啲聯儲局官員出嚟係放定一啲市場嘅風咧，去俾大家知道下先，即係預測下，即係大家會發現咧，其實好多時喺聯儲局啊或者係其他嘅政府政策咧，好多時佢唔知個市場受唔受落嘅時候咧，永遠都會揾啲人放啲風出嚟，然之後睇下市場對呢一樣嘢嘅反應。OK， 如果反應好嘅咁梗係做啦，反應唔好嘅就睇下點樣可以做好啲。通常啲政府政策咧好鬼中意係玩呢啲招數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係有機會係聯儲局咧鮑威爾會宣布就係話已經準備好晒所有嘅措施咧，去準備穩定個金融市場。OK， 因為呢一度已經講到明啦，如果有需要，聯儲局絕對採取各種工具穩定金融市場。OK， 咁所以穩定金融市場係咩咧？就真係要到時先知啦。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就係上次個 CPI 去到咁好嘅時候咧，有機會令到聯儲局真係會有個意向，就可能會提早去減息。即係本身咧係預6月㗎嘛，依家有機會5月都減啦。OK， 咁啊。到時留意翻鮑威爾講嘅嘢。好，咁啊新聞咧就暫時同大家講完啦，因為今個星期都冇乜新聞。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圖表啦。OK， 咁啊圖表上面咧我就要開翻呢一個嘅周線圖啦。周線圖先同大家睇一個美金先啦。嗱，咁其實咧今朝咧我就已經畫咗少少圖出嚟㗎啦，OK， 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個美金而家去到咧係跌穿咗100㗎啦。OK， 整數心理關口位跌穿咗100呢個整數心理關口位咧，比起嗰啲110、120嗰啲咧更加為之嚴重。因為點解咧？你由3位數字變翻2位數字。OK， 咁啊，大家會見到咧，但係今個星期咧，其實最主要睇一樣嘢係睇咩咧？就係睇下個美金有冇機會做反彈。因為點解咧？放大少少俾大家睇下。OK， 睇翻呢一度咧就係最新嘅即係呢一個星期啦。OK， 因為點解我話會有機會做反彈咧？上個星期呢一支嘅陰陽燭 ，OK， 咁其實咧。佢係冇跌穿到個通道底嘅，咁係今日開始先跌穿嘅啫。咁下邊我就度咗幾個位置啦，99齊頭啦，98.2啦，同埋97.249。咁分別咧，亦都係之前嘅一啲頂底位嚟嘅啫。OK， 咁啊，而家都要睇翻耐少少之前嘅數據㗎啦。OK， 即係嗰個價格嘅走勢先可以判斷到後市。咁其實你話如果後市嚟講咧，暫時咧，今個星期。美金咧係有機會咧，浪一浪 ，OK， 即係浪一浪住，然之後反彈上去。但係如果佢浪唔住嘅話咧，就繼續直插啦。因為我自己就會諗佢係浪唔住比較多。點解咧？就係因為而家聯儲局講到明就係話即係對個金融市場穩定咧，係會採取任何行動啊嘛。咁其實如果係有機會減息嘅時候，某程度上咧係會削弱咗個美金，令到美金更加弱。不過咧，美金弱嘅時候咧，特朗普開心，因為特朗普咧普遍都係希望個美金咧就係維持喺一個比較弱嘅狀態，然之後有利佢哋嘅出口啦。OK， 因為最近嘅貿易戰咧，大部分嘅國家已經係叫做擺埋一邊先㗎啦。OK， 個個都喺度談判緊，而家就得返美國同中國打啦，咁所以對個市場影響咧就唔算好大。OK， 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可以將個焦點移返去就係減息嘅消息上面。咁啊，本身市場係預計6月，咁而家有機會咧5月都可能係會有一啲反應啊。咁美金依然都係一個跌勢啦。咁啊，睇一睇日線圖，美金有啲咩睇先？嗱，日線圖我就未畫啲嘢出嚟嘅，但係咧，即係佢跌穿咗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嘅做法啦。OK， 一定係 copy 條通道，睇下有冇啲咩息路出嚟啦。好，咁啊 copy 埋先。嗱，都仲係有少少跟住條通道走，因為都係去到通道中間位嗰啲咧係有啲反應。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大家會見到啦，大部分嘅MA 線咧，其實全部都係向晒下㗎啦。咁向晒下方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代表啦，呢度亦都之前做咗個黃金死亡交叉啦。其實都會加強咗美金嗰個跌勢嘅。咁但係美金嗰個跌勢咧，其實我哋參考翻就係頭先喺周線圖嘅時候咧，俾大家嘅位置就 OK 啦。參考翻俾大家嘅位置 OK 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即係我唔使
講任何分析，你都已經會知道哦，原來美金係嚟緊都有機會繼續跌喎。OK， 即係都好難反彈翻到上去啊，因為都已經冇乜利好嘅消息啦。嗱，咁跟住咧，咁我哋就睇一睇比特幣，比特幣 OK。咁比特幣咧，點解我話有機會暴升咧？嗱，先唔好講佢呢一個嘅技術分析先 ，OK， 先唔好講佢技術分析先。嗱，咁其實好簡單啦，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其實之前咧係有一日咧曾經嘗試過叫大家 It's time to buy DJT 咁樣，然之後叫啲人買道指，然之後佢又第二日懶係醒咁樣話啊，我富豪朋友一晚賺咗25億啊 ，OK 咁樣，咁啊，即係而家。特朗普係俾人質疑佢係有機會做市啊嘛 ，OK， 俾人質疑佢有機會做市啊嘛。咁但係其實即使佢做市都好啦，即係你身為美國總統嘅時候，好似拜登咁樣，喂一離任嘅時候就特赦晒自己所有嘅罪行。咁其實特朗普會唔會都係一樣咧 ？OK， 咁啊唔知啦。咁佢仲要做多幾年先走噶嘛？咁啊做多幾年先知道呢個答案。咁但係我諗嘅係咩咧？就係佢哋之前有一次叫人哋去買呢一個道指嘅時候咧。佢就係用期權呢一樣嘢咧，去買一啲末日期權。咁末日期權咧就係一啲咁我估佢係 long call 嘅，即係佢買一張就係贏無限輸有限嘅一個合約票據啦。然之後就個市升嘅時候咧，咁佢成本唔會好貴嘅，成本一定係平，因為佢個接近咩叫末日期權咧，就係接近到期日。OK， 咁佢交易成本係最平、超級低嘅時候咧，我哋呢啲就叫做末日期權，因為佢好少，即係佢時間值太短啦，即係可能喂今日買完，聽日就到期結算啦，咁佢就預計個市況個波幅唔會爆炸得好犀利啊嘛，咁所以嗰張期權嘅票據咧就會比較平少少。咁其實咧就係因為佢咁平咧，先令到佢朋友就可以用好少嘅本金去賺到嗰25億嘅美金，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會認為咧，即係嗱最近啦，特朗普亦都開始放消息出嚟，就話賣黃金買比特幣，即係嗱，鑑於佢有呢一個造市嘅嫌疑咧，所以我亦都會判斷佢今次有冇機會係再次重施故技，就去用期權嘅 long call 嘅招數咧，去買呢一個比特幣咧。嗱，咁啊呢度要同大家討論幾樣嘢。首先第一樣嘢，點解佢要揀嘅比特幣先 ？OK， 咁其實咧我自己就認為加密貨幣市場佢之前已經係試過好多次用自己嘅 Twitter 啦、嘴巴啦去操控下個市場，影響下個市場啦。佢發現自己係有影響力嘅，呢個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係咩咧？OK。大家記唔記得之前我嘅直播嘅時候講過咧，就係話凡親啲大戶想推喐個市咧，一定係揀啲冇咁活躍交投量嘅市況去推喐，因為佢哋用嘅成本可以低啊嘛。第三就係之前特朗普有個即係叫做懷疑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到咁確實啦，即係懷疑做市嘅經驗啦。OK， 咁啊。第四係咩咧？個條件就係要市場上面嗰個份額啊，咩叫份額啊？即係市場嘅市值啊要大啊，咁佢先可以賺到大錢噶嘛。即係你俾隻豪股仙股佢炒起咗，賺嗰幾億對佢嚟講佢都唔自在啦。即係佢而家有咁嘅權力咧，你俾我揀都揀個市場份額大好多嘅市場啦。OK， 即係譬如比特幣有3萬億美金嘅市值嘅，佢喺呢一度賺可能500億嘅，其實唔算話好多。OK， 即係變相佢哋就可以成為一個大戶之餘，亦都可以將自己隱藏得比較好少少。所以大家明唔明白點解我話有機會就係重施故技，就係利用期權嘅 long call 咧去買呢一個嘅加密貨幣嘅期權，然之後推翻喐個加密貨幣。所以綜合咁多樣嘢以嚟咧，所以我會估計有機會啦，市場其實係有機會咧，就係突然之間。加密貨幣嘅需求量大增 ，OK， 然之後，但係嗱，大家要記住，大戶做嘢咧，通常係好長時間之前啦，即係可能個零2個月之前啦，已經不停咁吸納 ，OK， 即係佢，譬如我要買1000億貨，我唔可以1000億直接掉落個市場度噶嘛，即係大家係人都知道，哇，你突然之間買1000億貨，一定係大戶入市啦，即係個個都會搭順風車噶嘛。因為大戶我要捉我哋散戶嘅心理係點樣咧？我逐啲買，逐啲升，然之後大家都以為轉勢嘅時候咧 ，OK， 散戶湧入市場，然之後大戶又放貨啦
OK， 咁佢放出嚟都要有人接噶嘛，咁所以我就話。而家個情況有機會似係重施故技，所以咧，如果你話喺陰謀論上面嚟講嘅話咧，其實比特幣係有機會爆升一轉，然之後再插翻落嚟嘅。OK， 嗱，咁陰謀論咧就講完啦。咁我哋要講一講咧就係技術分析嗰度。咁如果而家周線圖嚟講嘅話咧，其實技術分析咧，大家都會見到我喺上面畫咗一條嘅下降軌啦。咁其實而家係sorry啊。而家係有機會升穿翻呢一條嘅下降軌㗎啦，有機會升穿翻呢一條嘅下降軌㗎啦，即係大家可以望到。咁而家暫時上面最大嘅阻力就係86,500先啦，86,500啦。OK， 咁啊86,500除咗係呢一條10天移動平均線嘅位置啦，亦都係呢一度嘅頂底啦。OK， 即係大概係86,000度啦，86,000就係呢一啲比較重要嘅位置啦。嗱，大家會睇到啦。OK， 咁我畫咗出嚟。咁啊，所以。但係咧，你話如果喺運動規律嚟講嘅話咧，就係呢一條橙色嘅50天移動平均線，就喺周線圖嗰度咧，就係比特幣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嘅。OK， 因為大家會見到啦，其實喺上次升穿嘅時候已經係2023年嘅3月啦。OK，keep 住 high 住呢條線。頂住 ，OK， 咁所以我先會判斷就係市場而家咧對於周線圖入邊嘅50天移動平均線咧嗰個嘅參考力咧或者共識力咧係會比較強少少。咁所以如果係真係中意撈貨嗰啲咧，可以根據住呢一樣嘢去試下撈，因為我覺得係會比較實在啲。OK， 嗱咁啊，所以比特幣上個星期啦就已經係有啲反彈啦，咁今個星期我相信就會直接挑戰就係而家嗰個下降軌嘅阻力位，咁所以我哋繼續睇啦。咁如果佢真係爆咗上去之後咧，下一級咧就會上到96,000噶啦，下一級就會上到96,000。咁我哋睇一睇個日線圖比特幣有啲咩顯示先。OK， 日線圖嚟講咧，其實係日線圖啊嘛。OK， 咁啊開咗啦。OK， 日線圖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就係而家比特幣好明顯出現咗一啲反彈型嘅形態啦，OK， 反彈型嘅形態啦，即係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啲成交咧都開始有翻啲成交啦，都開始飆高翻啦個成交，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認為咧，其實比特幣咧可能真係有機會就係借住呢一度啦，即係嗱，如果你話用翻個陰謀論嚟講嘅話咧，可能係一路跌一路掃貨，去到呢度咧開始大手少少啲掃貨，然之後陰啲咁樣升 ，OK， 然之後就一嘢衝上去，有機會係咁樣行啦。絕對有機會係咁樣行啦，因為最近個比特幣咧，好多人都話唔知點解話有熊市又盛咁樣，但係其實佢都未真係正式去到一個熊市嘅階段嗰個比特幣，因為最近個市場跌唔係個比特幣個需求完全減弱咗啊嘛 ，OK， 係真係因為一個基本面令到市場恐慌，然之後資金抽離啫嘛。咁我之前都講過啦，資金抽離咗都要揾翻啲嘢去買，等佢升值噶嘛。因為投資每一個人想做嘅目的就係令到佢嘅資產去升值，咁一定係買一啲平嘢啦 ，OK， 同埋未來前景會比較好啲嘅。咁我相信比特幣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投資工具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認為咧，其實有機會比特幣咧係會繼續升穿翻上去嘅 ，OK， 咁而家比特幣好明顯最大嘅阻力咧，就係呢一條，亦都係50天移動平均線啦，就84,700呢一個位置，84,700呢一個位置 ，OK， 咁啊大概84,700、84,500啦，咁啊睇佢可唔可以再次衝翻上去啦？如果企到喺85,000樓上，有機會係繼續衝上去嘅 ，OK， 企到85,000樓上有機會繼續衝上去嘅。好，咁啊以太幣就唔同大家講啦，同大家講下黃金先今日。嗱，黃金咧非常之誇張啊 ，OK， 咁啊，我見到大家咧，琴日喺我哋個群組入邊都問咗一啲好有質素嘅問題啊，咁啊，轉頭同大家去討論下。OK， 咁啊，黃金因為佢升穿咗啦，所以俾多條通道佢啦，周線圖嚟嘅呢一個，咁所以其實今個星期咧，我會預計個金價有機會挑戰3300先啦，即係唔使講都知啦，爆得咁勁，成交量咁高，我一定係睇佢升噶啦。咁因為上邊冇嘢睇啊嘛，唯有睇通道咯，所以金咧嘅周線咧就好簡單講完噶啦，3300就係我今日睇嘅目標，今個星期睇嘅目標，3200咧就係今個星期嘅底價。OK， 咁啊，然之後直接睇翻個日線圖啦，咁日線圖
日線圖就可能多少少嘢睇啦。嗱，點解我話大家問咗一個好有質素嘅問題咧？因為咧，我覺得你哋真係有聽我講嘢，有聽我講嘢。因為琴日有個同學仔就問阿 Sir，依家算唔算係一個300武士嘅形態分析？我話絕對係算嘅。咁但係咧，我自己有個 concern 係咩咧？就係上個星期五，因為呢一日係星期五收市啊嘛，收市係高收啦，即係代表啲人持倉過夜係冇平倉啦。咁啊，金價咧應該會繼續延續佢個升勢嘅，但係因為咧300武士好多時咧出現三支大陽燭之後咧，第四支就會回一回啦。咁但係依家咧，我相信佢個狀態已經暫時係回完㗎啦。點解話回完咧？大家會睇下，你一睇到今日個低位3208，exactly 就係我哋頭先周線圖睇嘅3200附近啦。OK， 再加上就係呢一度燭身嘅中間位置附近，亦都係通道嘅中間位，咁所以我認為佢今日係回完㗎啦。嚟緊剩低嘅時間咧，可能今日咧收市會收陰燭，但係之後亦都係繼續升啊。OK， 咁啊上升上面亦都睇咗啦，就係話3300啊嘛，咁所以咧黃金咧繼續睇升先啦。咁除非特朗普真係落 order 就係話，喂我唔打關稅戰，亦都唔賣黃金走去買比特幣啦，咁黃金先有機會係回落啊。咁當然啦，呢度亦都要同大家探討一下就係如果特朗普真係賣黃金去買比特幣嘅時候咧，咁會對個黃金有咩影響咧？咁唔使問，一定係跌。OK， 而且係睇佢買嗰個賣黃金個份額有幾多，然之後先判斷到佢大概跌幾多。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緊貼住，因為而家市場咧炒技術分析嘅成分咧少咗好多，反而比較多咧就係炒一啲消息基本面嘅成分。OK， 好，咁我今日嘅分析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啦。咁我相信今日嘅分析咧係簡單得嚟有道理嘅。咁如果你認為我講嘅嘢咧係幫到你嘅咧，不妨俾個 like 我。OK， 好，thank you。拜拜。